大家好，我係三索。今日係一個5連裝嘅星期三亞日直播完之後錄嘅素材。第一鋪南風鬼，九同上家比都要碰。隻花牌就睇今鋪南風嘅位置，咁而家相當於碰咗一對南風咯。咁就留童子啦，而家挨張叫糊。本身有啲後悔打6索嘅，睇到上家暗降4索，成個人鬆晒。好，咁我而家都叫糊啦，叫個2、3、5同。哎呀，你食啊？相交派是有的。咁你自己摸，等佢摸住。我碰都冇乜意義啊！呢個牌，我死啦！快啲啊！我要5號。上家嘅架勢吊詭啦，俾我正章截咗。OK， 每位15分。第二鋪北風係鬼，一同我又碰，咁而家叫糊啦，叫個4、5、7索同埋邊張7同。把頭摔啦，哈哈！真係又係永遠碰出嘅，最近冇夾啦，3隻啦，咪應該話東風啊，堅持係啱嘅，5索自摸，每位9分。第三鋪話俾隻番薯鬼嚟 ，OK。今鋪係西風鬼，起手2隻，咁就唔做13腰啦吧。北風俾大家跟上咗，先輸3分。而家碰隻叫糊啦，上家比都碰啊，叫糊。咁而家叫我3、5、7索。哎呀！2同碰啊，咁而家拖牌。即叫即食，開2獎碼，每位7分。第4鋪7同鬼。好，而家碰隻叫糊啦。8同可以要嘅，咁而家叫個邊張7同同埋4、7索。諗緊隻9同要唔要碰？唔要啊！哦，差啲走鬼。每位12分。最後一鋪9同係鬼。
開頭放咗隻東風俾對家碰，之後嘅牌張張入。摸上第二隻鬼，咁而家雙拖啦。我扣住隻西，係因為對家好似想碰西。林主播呢隻。當時一心諗住要扣住對家隻西唔放碰，都唔知自己已經雙拖，已經吊詭，已經食咗啦。安全落地，哇！得到懲罰。